家成做一体。所以，我可能讲的，你有就这条船无？好，当你也有就这条船，嘛是爱成做一家，成做一体。这条船哪亲像白龙船的时阵，迄个食老过的时阵，若无同心合意来过的时阵，你好，无你知无？你白龙船是拢是安尼，哇！你若无抱一个脚无，你若无当一个出来的时阵，哇！迄条船无咱走袂行啦。所以，请咱会记哩，咱是要成做一家，成做一体，安尼上帝祝福，要是这中间大来显明的。来，咱过来去，对头来。173首，困求演外助现实。
水的歌曲吼，毋但是水，佫是有人伫得个咱，提醒咱，即讲困求演歌主圣神，定心上满我，困求演歌主圣神，定心上满我，好水，塑造，锻炼，容易，困求演歌主圣神。用心上满我，这是第一集的歌词。第二集的歌词，咱搁继续看第二集的歌词吼。恳求圣神伫教会运行搁做工，但愿尽心求合一，和睦三兄弟，牺牲协力分享，恳求演我主圣神，使阮听望。哇，但是要你读到安尼歌词。你的心甲会就讲主啊，求你充满我，求你开咱伫阮的心中，伫教会践行这个简单讲的心中，开始显明出来，开始互咱大家真正来，就像安尼讲破碎、塑造、锻炼、容易、牺牲、谦卑、克己、分享。这个话真正是提醒咱哦，伫教会团契生活，咱着安怎来三教会使？来，咱来听一条恳求演歌主圣神。Thank you.
环境，无论伫什么款的困难、艰难的中间，我仍然咧讲，主啊，我要一生服侍你，一生顺服你的旨意。我来念这条诗歌。我为你献出我。